感恩啊，感恩自己咧都仲行得走得啊。所以其實我哋頭先我講今晚嘅主題就係那些年被偷走嘅青春啊，被偷走嘅歲月，究竟偷走咗啲乜嘢咧？偷走咗嘅就係我哋嘅健康，我哋嘅容貌，佢個關節出現咗問題，腳嘅肌肉唔夠力。even 有時連行平路可能都係有少少吃力嘅，咁係咪變咗好多生活上嘅有啲可以去玩去享受嘅嘢止步於此？唔係淨止話係上咗年紀嘅，上咗年紀就即係我哋人生老病死，除咗呢4個階段，中間就夾雜住啲病啊、痛症啊，上去到咁上下年紀呢啲嘢衰退啊，年齡就會令到呢啲嘢會斷崖式咁落咧，又唔一定喎。你過度嘅運動，後生仔女都會嘅喎。當你勞損咗一個攰嘅時候，都比較容易整傷，係咪？你關節嘅問題係因為你嗰個膠原蛋白唔夠，所以你如果有關節嘅問題，你係補膠原蛋白。IG 呢一個膠原蛋白咧，每一日只需要飲1羹。佢食完之後咧，係真係啲皮膚會光澤好多，同埋咧啲彈性會好好多，比起同齡嘅人，你望落去後生啲。咁呢個我頭先都講係一個外在嘅嘢啦。60幾歲或者70歲都可以有媽媽手，因為後生嘅時候捱得辛苦。咁啊，仲有玩開運動啊，未去到關節痛、關節咔咔聲嗰啲，佢哋飲咗個幾月之後，真係發現啲咔咔聲冇咗。法國嘅品牌喺西班牙製造嘅，咁亦都係歐洲嘅醫生啊，同埋啲生物學家咧去研發呢一個產品。所以咧，佢嘅效果咧，可能比一般咧更加吸收。吸收嘅原因係點解咧？佢就係一個水解技術，個分子好細，就係講緊95%吸收率喎。膠原蛋白都分咗1型同2型，咁1型嘅膠原蛋白咧就係多數係皮膚嘅，咁亦都身體上咧大部分咧都係1型嘅膠原蛋白。好啦，2型嘅膠原蛋白咧係主管啲咩啊？你啲肌肉啦，你啲關節啦，仲有你啲骨骼啦咁樣。佢呢一個咧係加入咗鎂同埋透明質酸，佢仲有加咗維他命 C。咁點解維他命 C 咁得意？原來最佳伴侶嚟嘅，因為維他命 C 咧係會令到你嗰個膠原蛋白咧會吸收得好啲。膠原蛋白即係個效力啊，比起葡萄糖胺高2倍啦。咁一日咁樣一杯咧，搞掂㗎啦，你就已經補充咗你一日需要嘅膠原蛋白。有啲乜嘢人會係需要補咧？嗱，原來頭先咁樣講嘅話，喂，後生都關事嘅喎。原來你做運動嘅又關事喎，貪靚嘅人又關事啦，係咪？產後嘅媽媽唔使講啦，我俾咗咁多營養，陀咗幾個月。你個小朋友靠咩？咁咪靠你嗰啲咯，係咪先？咁你都已經其實輸出咗好多俾佢，你自己係咪需要補翻先？呢個唔使多講嘅。好啦，另外仲有中年嘅人啦，即係講緊我哋呢啲都係中年，還是中老年啦？是但啦，老年啊更加唔使講啦。仲有更年期啦，更年期咧呢一個咧真係好鬼吊詭嘅呢件事。更年期咧真係好多症狀出現㗎，即係咧斷崖式嘅。好深嘅火車軌啦、紋啦、冧啦塊面 ，OK， 咁啊，仲有即係各式各樣啦、關節嘅問題啦。呢個膠原蛋白飲咗之後咧，佢可以減低50% 呢個 UV 嘅傷害嘅。關注三高血糖嘅人咧都可以食嘅。